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这回来关心疫情之下的表演艺术产业，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大部分可公开演出的民俗艺文团体面对无戏通办的困境。虽讲即马疫情缓和，不过请注的意愿也无悬，庙口演出才恢复60%左右。有部分的演员也是乐师，就要检采告笔本，甚至有人归去换头路。中昼伫后台无用化妆，周勇拄则对高雄拼来的台南玉井，其实伊暗班才做煞，休困一下就准备下晡要演出。阮做戏，譬如讲，阮9点、10点就煞嘛，9点、10点煞，啊物件收收的转去。我若有会赴，我就上12点的；若袂赴，我就是上1点的。啊，师傅帮我下山，就叫我来接求圣道，以后咧会当帮助皇上料理国情。周勇细汉就伫老母的戏班，戏班欠什么角色，伊就演什么。除了是歌戏演员，伊一当前开始伫大卖场兼差做收钱人员。虽讲即马疫情缓和，伊无想要放弃卖场的工课。疫情还袂完全消落来啊，所以人嘛是会惊啊。而且即马请戏的庙的有的时阵嘛是会讲，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无请戏啊。陈祖婷是民欢园生地团后场的乐师，伊同款有另外一个工课，咧走客停车。计费。安全带。阮这兼职拢是后面的考量啦，所以我今仔日伫台南做戏，我就伫台南下班了，我就去市区安尼顺一下，安尼看有顺风带会使载倒来。兼差走客停车已经1冬外，疫情期间，伊捌去驶货车送南北货。度过无戏通做的3个月了后，伊决定倒转来这度。3个月做了，其实该有心得，头家嘛是有意思要甲阮继续留。敢毋过咱实在是对咱的本行，咱老本行，咱实在是对太过热爱了。阮介意这种生活。陈祖婷讲，伊甲因后生同款，拢算是戏班囡仔，因为对音乐有兴趣，即马负责后场弹琴拍鼓。伊毋若做歌戏，嘛会接其他的演出，加上兼差，生活阁会当过。毋过同行有人决定转业。就我知影的，大概有2个吧。伊入去职场了，就无转来，这是我嘛感觉介遗憾的代志啊。有的演员就是为着生活嘛。伊就是爱去找工课嘛，找一寡临时工啊、工地啊，无就是做人的种清洁，有的就是直接食头路啊，伊就直接食头路，伊就无出来做戏。北仙国剧团嘛有3、4位团员，伫疫情期间转业，剧团欠人就爱靠别团支援。其实7月底3级警戒解封了，真侪剧团到当才恢复60%演出。毋过，经过这波疫情，更加体会做戏无稳定，大家拢真珍惜有戏通演的日子。记者邓亚文、赖伟做综合报道。传统戏剧上重要的就是传承。中南部有真侪歌戏团，也拢出现第2代甚至第3代接班人。今年摕到团艺金曲奖个人表演新秀奖的孙凯琳，就是其中一位。伊是高雄春美歌戏团长郭春美的查某囝，虽讲才25岁，真努力打拼，也有侪侪市中的奖奖。伊讲要行一条甲老母无共的路。春美歌剧团伫高雄这场演出，台下的观众除了信徒，真侪人是专工来看当家小生郭春美甲伊的查某囝孙凯琳。伊嘛是小生，毋过是一位歹看面的。我足细汉就杀去台点去，你若要问讲我有兴趣无，我袂甲伊讲我有兴趣，也毋过我会讲，因为我好强，我爱赢。爱赢，我相同嘛知影莫忘初心，我嘛知影讲要赢就爱先拼。以后有你就有我，要相旁边。
戏班囡仔拄开始拢是不得已才来搬歌戏。孙凯琳大汉了，知影逃避毋是办法，若要做，就爱做好好。演山花扮小生，特别去学武生的身段，伊的努力佮拍拼，真正互人看到啊！今年摕到传艺金曲奖的新秀奖，毋过身为过春美的查某囝，除了对老母的脚步，少年辈嘛有家己的想法。你七彩五彩物件拢伫咧面顶悬，人会感觉足恐怖啊！尾仔就想讲，人咧欧美迄嘛。浓妆啊，为什么人画起来遮水？阮同学改大地色，我就去分别。像讲我若做好人，我就画这种较纯的色；我若做歹人，我就画像淡薄仔蓝色安尼，看起来眼神就会较锐利。拨到正后面的时候，3个一起翻身，翻头。我无要甲阮老母共款，我偏偏要甲伊无共款。甲老母专管文戏无共，孙凯琳武戏真熬，伫舞台顶共款演投。因母里有一顶市中的卖将，靠一个宝贝家族的会员有100多人，会固定聚会，对因全台走透透。会长本人就是凯琳的卖将。其实每天来看戏的很多都是会员，然后大家都变成一家人。他的直播招来了很多他的戏迷，很多是没有在看戏，可是因为直播接而来就来看戏。要知道我演什么的人，才可以来看我演戏。做戏的袂当无观众，孙凯琳开始直播歌戏的化妆，甚至疫情期间卖物件，维持甲买将的互动，嘛意外增加真侪外国的买将。所有的人因为看我的直播，看我演歌戏，走来现场看，这代表讲歌戏伊的迄个方式，甲以前一定无共款啦。所以你会使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互人介意你。有责任感，有兴趣，有很认真，在经营这一块，所以我对伊是非常的放心。可以说啦，我若随时要放手给他，拢无后顾之忧的。孙凯琳认为时代改变，做歌戏嘛爱变。虽讲即马外台戏环境困难，伊相信无下袂过难关，伊知影家己要行啥物路。记者邓亚文来为做高雄报道。这摆疫情对台湾歌戏产业影响真大，马克剧团开始思考歌戏产业未来路要安怎行。有剧团开始经营文化体验教育，嘛有人做新形态歌戏电视剧，甚至甲演出节目成做数位内容。不管是走剧场，也是庙口外台戏，培养少年观众是真重要的代志。握拳这样子，对老师比手势，进修60大学的时代已经连续4礼拜来这学歌戏。学员毋但家己编词、学歌戏调，大家上期待的就是穿戏服来玩歌戏。咱搬家己该学，该学讲口碑，该学动作，所以全部我感觉来这学搬真得比看较好，较趣味。甘美良伫高雄成立这个歌戏体验馆，予时代甲囡仔实际看到、摸到戏班的前台后台。开馆还未一档，已经有2、3千人参与。伊本身有剧团，会晓编剧、做导演。看到目前歌戏产业的状况，伊认为文化体验教育是未来的趋势。针对这个网络嘛，利用平面的方式去接触文化，那个是不够的，因为文化是立体的，是有温度的，我用这个戏馆就是让囡仔会当有温度，直接去接触，直接去耍，去体验这个空间。但对文化体验入手，开发市场，歌戏嘛有创新的表演方式。来哦，大家进来啉汤哦，通好去投胎转世哦。用电影的手路加入歌舞的元素，东美魂歌戏团伫电视打造新的台语音乐剧，希望吸引少年观众。另外，即马已经有剧团咧暗算，要甲表演节目录影放伫网络卖票，因应5G 时代发展数位化内容，要替100年的传统戏曲找出路。观众的开发跟培养，因为经过一个疫情了以后，观众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收影习惯、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形态也改变了。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因应的观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演员要从本质上去做一个调整，要因应新的表演的模式，像我们有演员也去发展堂会啊，发展线上，不是只有那卖东西，他是把自己的作品用堂会的方式来做呈现。除了公演甲电视，大部分歌戏团也是靠庙口的外台戏。疫情过后，因爱先解决要安怎生存落去。咱庙口这块非常的重要，咱若经营哦好，你讲要安怎经营哦好？经营好就是传承嘛，你舞台顶一定要有少年一辈去甲你继承啊，看咱这辈人，咱老伊嘛对咱的老，同款的老，后来再进来的人哦，一定是你台顶有较少年气的去吸引他。虽然讲疫情迄阵，不过对阮来讲，阮是咧进修家己啦，阮学习幕后的工课。包括是行政部门，包括是政府迄边落来，互阮的补助方案，然后伊嘛做侪阮补助方案啊，比如说新媒体啊，阮嘛有去做啊，嘿，有很多出路啦，还是有。对歌戏的未来，有人是行一步算一步，有人也是乐观。我相信行会落去啦，我是相信行会落去，只要不是疫情捣乱都可以啦，因为有庙就有戏啊。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趁这个机会哦，咱通啊做一个转型啦，就讲，互请这个戏班的去倒位演出的，去剧场内底演出，看文化中心啦、歌剧院啦、国家剧院拢袂要紧，请新民入去看嘛。新民坐迄个贵宾席，坐第一排，咱的民众、咱的信徒坐喺后壁，陪新民看戏。欢迎登来第2挂大条，为古早到现代，为上面的娱乐到生老病死，为外台戏、内台戏到电视演出，拢通甲歌戏有相干。但是现代人生活改变，歌戏的卖场变少，尤其疫情影响，也互剧团的生存搁较困难。今日的来宾，咱邀请投入民俗研究30多年的林茂贤教授，教授欢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茂贤。教授，咱即届疫情啊，会使讲是足侪产业拢受到影响，尤其表演艺术者，因无戏通搬，就等于是无头路。虽然讲有提供一寡补助，但是敢若会反映讲补无着位，补袂着空。教授，咱想要请教这问题是出伫倒？其实吼，咱台湾的即个传统戏剧咧，甲外国戏剧无共。外国看戏都要去剧场啦，巴黎歌剧院、雪梨歌剧院，台湾咱毋是。咱台湾看戏最主要的所在是伫庙口，所以有真侪阿公阿嬷可能一世人毋捌去过文化中心，毋捌去过什么国家剧院，毋是代表因无接受艺术，因是伫庙口接受艺术啦。因为呢，即个疫情关系，庙会取消，演出就取消啊，所以讲即马真侪传统戏班啦，不管歌戏、布袋戏、北管啦完全无演出的机会啦。年底的时阵呢，咱民间有一个风俗，就是爱演这个平安戏，叫做谢平安。谢平安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无平安，所以所有的平安戏全部取消。取消了后呢，哇，这戏班呢，戏类咧，拢无戏通演啦那政府这个有迄个纾困的计划啦就是戏班最主要还是靠演出啦，靠庙口的表演。所以这个无可能讲补到照够，因为伫差不多5月开始，5月一直到这个年底，这段时间完全无表演的机会。境外趁食也是无够。对，无毋对加上有一寡剧团伊的福报，就讲迄个一个剧团报好了100几个人的一个布袋戏团40-50个人，这是福报嘛，咱拢知影但是因为伊有迄个证明伊有。团长开证明，所以咱嘛是爱甲补助。伊写会出来的话，可能就请会着。对啦，真正伫以这迄个演戏为生的煞得到较少的资源。我所知影有真侪即个咱的戏班的演员即马走去做外送。因为这无法度演戏所以因就无法度维生着。所以演员遮的表演者，除了讲爱有补助以外，其实伊嘛是家己有咧找出路，像线顶的。报送演出即种诶，对即个网络诶市场来讲，敢有抢市？咱政府即马即个纾困诶计划呢，其中一个方式就讲用线顶，大家上即个网络去看但是咱也知影
即个会看传统戏剧的老一辈吼，伊会晓上网的吼，比例真低啦。真低。嘿，所以讲虽然这是迄个政府的好意啦吼，但是呢，上网拢少年仔咧上网咧，吼，所以讲颠倒讲上网了后，老一辈阿公阿嬷袂去看。伊嘛袂晓上网，线顶演出吼，伊甲观众无互动。那无互动的时阵呢，迄个感觉就无共。你甲想看觅，你面对一个机器，伊伫遐讲话，伫遐笑吼，迄个感觉是无共，无迄个临场感就对啦。所以我是建议讲吼，即马真侪都市地区吼，根本就无庙埕，趁即个机会吼，咱通做一个转型啦，就讲。请即个戏班呢去倒位演出呢，去剧场内底演出。看文化中心啦、歌剧院啦、国家剧院拢袂要紧。请新民入去看嘛。新民坐迄个贵宾席，坐第一排。咱的民众、咱的信徒坐喺后壁。陪新民看戏，这嘛是咱本来传统就是社神，就是嘛是做互新民看。对啊，戏剧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互新民看，毋是要互人看。安尼吼，人嘛看会着，新民嘛得看。因为咱嘛知影讲，有诶歌戏团其实即马嘛是有伫咧咱诶表演中心内底表演，但是其实台湾大细歌戏团也搁足侪，所以应该开放搁较侪机会，互因入来。是。若搁讲到歌戏啊，其实有舞蹈、有演戏，也有唱歌，嘛世界形容是本土的歌剧。是，歌戏呢是唯一吼伫咧台湾形成的一个传统剧种啦，所以伊上会当代表台湾，咱英语就叫 Taiwanese opera 嘛，台湾的歌剧嘛，所以本身就是 opera。一个戏剧的形成吼，伊包括爱有文学，有即个音乐，有舞蹈，有工艺，有武术，等等，所以讲，歌戏看起来敢若毋正够吼，但是你也知影，歌戏内底伊是包含所有台湾的文化，比如讲，即个剧本就是文学嘛，也是讲四句联，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全一身，走去溪边洗3遍，头死乌鱼数万千，这是个四句联啊，这就是文学啊，口述的嘛，第二咧，有音乐啊，对啊。即个歌戏的演唱、唱曲，也是迄个后场的伴奏，这拢是音乐。搁来有舞蹈。咱台湾的舞蹈，你着伫戏剧内底啊，所以你也看卖即个所谓戏剧表演的时阵呢，伊一面讲一面唱，对无？嘿，比的是安尼比，这就是舞蹈嘛。你平时袂讲人问讲茶你倒位，茶你食你袂安尼比嘛？谁来会安尼比？安尼其实就是舞蹈嘛。也典型。对啊，所以台湾的传统戏剧呢。伊是有包括着文学、音乐、舞蹈、工艺、搁武术等等，所以讲伊是一个真复杂的一个即个综合艺术啦。咱歌戏其实是用台语来表演，但是伊伫日本时代，佮有国语运动的时阵，捌受到迫害，伊迄当时是安怎来调色的？伫即个日本时代吼，特别是甲大战期间啦，因为这方便化运动啦吼，所以真侪甲中国有关系的戏剧呢，拢向禁止，那其中呢歌戏是其中一项啦，即个布袋歌戏因为拢讲台语嘛，所以这代表中国文化，所以日本政府方便化运动是禁止歌戏，但是咱呢即个戏班呢真巧啊。不要紧啊，禁止歌戏，我就也不知道嘛。唱日本的和服，唱那卡萨基九九上。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呢，为了推杀国语运动吼，然后呢，就袂使讲台语嘛。伊当然嘛袂使讲，袂使做歌戏。所以这个28事件了后，曾经呢禁咧外台戏，禁外台戏了后呢，嘛不要紧，咱的歌戏呢，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咱就穿迄个军服，举枪。唱中国一定强，嘿，这叫做反共抗俄剧，迄个时阵呢，这个国民政府呢，禁止外台戏，主要原因是啥？因为剧种。不过不要紧，咱的歌戏班呢，伊就去申请的时，就甲你讲我要庆祝国庆日啦，这一定会过。庆祝迄个总统长官圣诞，这嘛一定爱过嘛。庆祝什么军人节啦，想一寡有诶无诶空芳啦，来申请。嘛拢过，唱的时咯，唱迄什么黄花岗啦，演的时就演迄个赵冰贵、王宝钏嘛，规日严在所以讲用各种的方式呢，想办法伫即个政治压制之下，搁继续生存。所以讲伫日本时代方便化运动，伫日本伫国民政府时代有迄个反共抗日剧，但是并无甲迄个
歌戏拍倒，颠倒是迄个咱现代媒体的崛起，比如讲电视愈来愈普遍，各种的娱乐媒体愈来愈侪，颠倒是因为规个社会生态的改变，即个传统戏剧呢，渐渐较稀微去啊，行向稀微啊。就是有人会感觉讲歌戏敢若足传统的，就是敢若怂怂。但是我捌听过讲，其实歌戏相对时代伊行足头前的。你只要有新的话题，也是新的物啊，其实你舞台顶随会使看到因的歌戏顶头这个元素。是歌戏因为是一个少年的剧种啦，伊的形成到即嘛只有8通年尔，所以伊有真侪可能性。就讲你头融合无共的所在的物件。上早的时阵。歌戏你都伫涂骹演出，咱叫落地扫。落地扫都无穿戏服啦，嘛无什么上舞台啦，都伫树仔骹啦、庙埕，都安尼唱起，这是上介古早的。上简单的方式，咱就开始表演啦。过来上舞台了后呢，咱叫做外台戏嘛。外台戏的演出就是为了要写神啦，即个写神要演互新民看的，过来呢，伊就选入去内台，内台开始卖票啊，开始卖票外台免钱，内台爱买票。你当然为了要吸引观众买票，你就爱加入一寡什么机关变景啦，什么灯光音响啦，你嘛袂使搁演外口的戏啊，因为安尼无人要看。剧本也无共。对，你变新的剧本啊，变做内台啊，要互迄个歌戏搁较完整。除了安尼以外，还有什么电影歌戏啦、唱片歌戏啦，各种的表演形态。那随着时代改变，不管时代安怎改变，即个歌戏拢伊会适应即个时代潮流。因为像第一代其实嘛有一出新的歌戏并无客栈，搁有一出歌戏伊是改编红仔册，像即种创新的结合，教授安怎看？咱袂使较演嘛演赵平贵、王宝钏，单三五娘，即看一遍、看两遍、看三遍，过来袂看嘛。所以伊一定爱有新的题材或者是讲你甲红仔册甲改编做歌戏 ，Why not？ 当然嘛真好啊，对无？嘿啊！咱搁较强调是啥？讲会当运用一个本土的题材，比如讲北部族的故事啦，也是讲恁即个宜兰的故事啦，嘿，台中嘛一大堆故事嘛，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故事，有伊人物，即个历史的人物，你拢通甲转化做歌戏的表演形式啊。咱爱知影歌戏本来拢总歌四出啦，单三五娘、三八英台、李梦静，甲10世纪拢总歌四出尔，你袂使较演拢演共一出戏，较唱拢唱几字调，安尼观众会即个亚线啦，伊会去时代甲淘汰掉。安尼听起来其实歌戏行足头前的，嘛有得到时代的变化，但是为什么少年人嘛是较无介意看咧？我想第一是因为伊的节奏啦，伊即个传统戏剧的节奏比较较慢，咱即摆观众拢食重咸的，伊爱迄刺激的，然后爱绚丽的爆炸性的迄款。那第二较严重的是因为教育的关系，你要看觅咱的教育过程内底，音乐课内底有甲你教7字调、多马调无？对啊。咱拢教西洋音乐的。是啊，音乐课内底敢有教你讲30连管8管？无嘛。咱的学生伊毋捌接触到咱的传统。伊对即个物件就感觉足青分嘛，足青分的，伊感觉即足无水准的，不入流对无？嘿，音乐课内底也无教你下弦啊，所以我的基尾课顶下期考布袋戏，学生家己分组来演布袋戏，下学期我就演歌戏，毋是要希望讲学生后摆去做布袋戏、做歌戏，毋是呢。伊基尾考是考布袋戏、歌戏，后摆伊甲歌戏就有连结啦。即个调我会晓唱，伊后摆就袂唱，听着迄个调都毋捌听过啦。所以我感觉讲这是安那，毋是伫替歌戏制作这什么演员，是替歌戏最需要啥？伊需要观众。咱替歌戏制作一寡基本的观众。除了透过教育以外，敢有啥物其他的方式？除了讲伫教育系统内底去制作更较侪观众以外咧。咱的政府伊有迄个责任，伊应该爱提供即个表演的机会，伫即个政府所办理的艺文活动的时阵呢，即个即个表演艺术呢，有迄个表演的机会啦，比如讲你著要市长要就职啦，县长要就职，咱嘛通请北管来做大会乐队啊，拢非常好啊，你不一定讲著爱请什么名星、歌星也是去遐跳舞啥，不一定爱安尼啊，因为这是即个政府会当做的所以呢，希望讲透过即个各
种的力量，才会当保存即阵咱台湾的这个传统戏剧。那讲到本土歌剧、台湾歌戏有传统有创新，明庄拓基今日非常感谢木贤教授精彩分享。好，感谢你，嘛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真意外，真有意思，因为这是一个我需要家己抗议的所在，我用我的抗议的作品来遮抗议。那这些内容就是说，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这个堂体里面来展出，那我们觉得有它相当的意义。